12月18特别进行全民的4大公投。议员吕维英表示，人区某一大里的里长反映，公所当初起来，予里长发送时，就无收到完整公民数的投票通知单。经过里长的反映来补发，不过还是有几条街无收到。议员烦恼影响到民众公民的投票权。南区有一个里，总共有25里，其中有1整里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单。好，那里长赶快向户政单位申请补发之后，在第2次送来的时候，这个里面还是有一整条街都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单。那我想这个投票通知单是有关于这个公民权的一个行使的通知，所以在这边其实也相当的担心，会影响到这一次的一个投票的行为，影响到公民权的一个部分。对此，市府民政局回应，原则上投票通知单是以8月8号进前的户籍登记为主，而且伫咧12月4号、5号开始发送，上晚12月12日就拢应该爱收到通知单。至于补发还有遗漏，民政局嘛会全面来清查。如果说我们的选民是在选举人是在8月8号以前，8月以前，如果是在其他的户籍在其他的县市，原则上投票通知单一定是其他那个选委会来寄送，所以我们原则上投票通知单是以8月8号为一个基准，然后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一个市民做一个说明。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投票通知单，我们有几个管道，然后第一，马上跟里长或是我们的里干事来做求证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会确认以后是不是您急就是在我们台南市，我们会做一个补发。那另外如果说针对资讯这一块比较内行的年轻人，我们可以到那个内政部的一个户政司的一个网站只要输入您的身份证字号，就知道您那个投票地点在哪里啦所以这个部分，刚才议员有提到那个投票通知单的部分，我们那个选委会这边、民政局这边、区公所这边会做一个马上的一个因应处理。另外，有关满18岁的属土族，因为原先法定的公投日是110年的8月28。也就是民国92年8月28进前出世的才有投票权。伫咧8月28以后，满18岁就无这处的公民投票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